一年一度香港視聽展又嚟啦，入場同大家睇下今年有啲咩新嘢。一入場即刻見到 Quest-Style 全白色做主調嘅展區，現場咧有我早前分享過嘅 M18i Max 耳框，仲有兩款小尾巴 M15i 同埋 M15C 放咗喺度俾大家試玩。個 size 係夠晒細，中意用小尾巴解碼嘅朋友 ，Quest-Style 嘅出品質素咧係幾唔錯，值得一試下。去到 Kinera 嘅展區，佢哋咧有唔少嘅新品放咗喺度噶。最吸引我咧就係呢一對一圈兩鐵一平板嘅 Notch Strider。個樣咧係幾好睇，聲音都幾啱聽，音場夠晒闊，空間感係明顯，中音清晰通透 ，bass 有彈性，但係又唔會肥，分析力仲幾正添。可惜我試嗰陣啦，連線都幾唔容易，搞咗好耐先可以 connect 得到。真正出街之前咧，官方真係要搞搞佢啦。隔籬擺咗 Freya 3.0一圈兩鐵嘅耳機。之前喺深圳耳機展已經試過工程機噶啦，今次咧就放咗準備賣街嘅樣出嚟，都幾靚噶。仲有兩圈兩鐵嘅 Mimi Spanner， 採用 CNC 立體浮雕鋁合金面板，襯埋寶石綠 3D 打印樹脂材質康體，顏值係超高。拎上手咧，燈光照射之下咧更加之靚仔啊！現場仲有 Forking 2嘅工程機，今次咧有個撥掣。可以改變聲音，多啲嘅玩法。不過始終咧都係好初型嘅 3D Printing 工程機，聽起上嚟嘅時候咧，聲音係比較一般咗，冇乜驚喜。暫時聽感咧就唔可以作準嘅，期待之後正式上架，再睇下有冇機會咧同大家分享下啦。除咗 Kinera 之外啦，今次入場最想試嘅咧就係 Campfire 9單元嘅 Chimera。佢出咗兩隻顏色，分別有金黑同埋全黑。咁唔知你又中意邊隻色啦？一聽之後咧，個密度咧都算幾高，但係可能未煲開，聲音咧都係幾緊，同埋唔夠鬆容嘅。咁冇乜音場。咁總之就係喺帳對面有新加坡品牌 Jomo Audio， 放咗首對頂級旗艦 Invictus。12單元3混合架構，採用航天級鋁合金外殼加手工壓花黃銅面板，閃閃令幾吸眼球。聲音走平均中正穩陣，夠樸實耐聽㗎。同場仲有 Invictus 嘅 DAC 支援 MagSafe 嘅磁吸，可以咧吸喺手機背脊，用嘅係同 Invictus 一樣嘅材質，工藝設計都做到一致性。轉去 Harman Kardon 嘅展區，佢哋有展出晒最新嘅產品。當然咧，仲有我同大家分享過嘅 Luna 2都可以試玩。隔離咧仲有標誌性嘅水模型喇叭，唔知你屋企咧會唔會已經有一個呢？然後去到 Kenwood 同埋 JVC 嘅展區，喺 Kenwood 嗰一 part 啦，展出咗兩隻近期推出嘅 Glass Core 同埋 Glass Core Pro， 用到玻璃嘅陣幕。全黑色拋光，賣相就好簡單直接。Glass Core 就用揭蓋式，聲音幾乾淨，低頻都夠紮實。而 Core Pro 就用推蓋式，充電盒嘅手感明顯更加之好，聲音主推包圍感同空間感，兩對嘅聲都各有千秋。唔知你有冇試到，又中意邊一對呢？隔離就擺咗 JVC 早前推出嘅 FW5100T 木製單元嘅無線耳機。除咗有木色之外啦，仲有隻黑色嘅。咁有兩隻顏色可以揀，咁價錢都落咗唔少。JVC 粉嘅你，唔知咧又有冇趁呢個時候咧入翻隊玩下啦？轉個身就係 JBL 嘅展區，都放咗好多唔同嘅耳機喺度。不過最新 Live 系列咧就冇擺出嚟啦。行過隔離咧就有 Cambridge Audio， 佢 show 咗一套黑膠嘅組合喺度。隔離咧就擺咗近排好 hit 嘅 LRX 主動式串流喇叭。呢對喇叭正在可以透過內建嘅 Room、Google Cast、AirPlay 2連接轉流播放 App 去聽歌，輕輕鬆鬆一對喇叭可以省卻一大座嘅組合，啱晒而家嘅蝸居，簡單方便又慳位。佢用成個內置結構操晒出嚟，
俾你睇得一清二楚。嗱，轉個彎咧就係 Sennheiser 啦，展區都幾多人噃，現場咧真係乜都有得試。講到最受歡迎嘅就一定係頭戴式耳機啦。嗱，你睇個個都試到津津有味，唔肯除翻對耳機落嚟啊！嗱，巴打呢今年咧都傾盤而出 ，show off 晒所有耳機俾大家試玩。嗱，呢一對 DT30IE 動圈監聽有線耳機，用到磨砂半透明嘅外殼，聲音方向就專為音樂人而設。嗱，sample 機咧已經到咗我手啦，等我畫一排之後再拍片同大家詳細分享下。今年 Audio-Technica 嘅攤位都好大，仲有請嚟 Show Girl 同大家 say hello。除咗會場中間有個展區，佢哋側邊都 set 咗一個試音房，展出咗旗艦 MC 雙動圈立體聲音頭 AT-MC-D1 架。嗱，唱頭係用咗一體式鑽石結構設計，透過高效率嘅震動傳導，擁有精準嘅信號轉換能力，帶嚟低噪訊、高解析嘅聲音表現。行過隔離就係 T&W Audio 試音房，佢哋呢套喇叭來頭都唔細㗎，由香港人研發，直到而家單元已經出到第3代啦。今代名為 Off-Phrase 嘅單元，主打高頻同埋中頻，擁有極靚嘅延伸同高通透度，有精準嘅分析力、立體嘅空間感。咁我都唔好講咁多，俾大家聽下就明㗎啦。嗱，跟住去到每年都人山人海嘅 Cave0，場面係非常之墟冚，真係插針都插唔落。咦，佢出咗 R7、R2R 喎 ，DAC 架構同 R7 完全唔同，由 Delta Sigma 晶片改咗做 R2R 架構，處理器升級到 Snapdragon 680，OS 就行 Android 13，記憶體同埋儲存空間咧都有大嘅提升，支援到8GB RAM 同埋128GB ROM， 比起 R7 容量足足多咗1倍啊！咁我咧又簡單試聽一下，聲音嘅聲底就比起 R7 更加自然溫潤。希望部機正式出街之後有機會評測一下，再同大家分享多啲啦。嗱，市場等咗好耐嘅 FEEL M25 DAP， 今次係 AV Show 終於同大家見面啦。佢有2隻顏色、2個版本，聲音咧各有不同。嗱，如果有興趣了解多啲嘅話咧，可以睇翻我上次去深圳耳機展嗰條片，喺嗰度咧都講咗我初步嘅聽感㗎。FEEL 除咗 DAP 受歡迎之外啦，佢哋啲堅密嘢咧都幾有諗頭噶。嗱，你睇下呢一個 M21磁帶型嘅保護殼，通過上排嘅實體掣就可以同 M21聯動，由視覺去到聽覺咧都翻去 Walkman 嘅年代，超強嘅復古風，搞到我都玩到唔停一手，好鬼正啊！嗱，然後去到 DigiBrave 嘅展區，即刻咧就俾佢呢一部30 Q2 掌心無損 DAP 吸住，佢用到復古式嘅轉盤。仲有 3.5 同埋 4.4 嘅平衡輸出，同時出咗3隻顏色，我自己就覺得銀橙都幾好睇嘅。嗱，唔知你又中意邊一隻顏色多啲啦？嗱，我即場咧都有試聽，耳機就用翻山靈 Moria 鈦金振膜動圈單元，同 Q2 真係鬼咁夾，聲音清亮通透，3頻平均，人聲甜美，呢個組合咧真係好好聽，幾毒下。咁我唔建議咧大家試啊，因為咧我驚你咧一試完就會跌錢噶啦。嗱，仲有一隻山靈 UA7 Copra 變軌解碼耳礦，結合咗 AN6418 真空5極管，機身係相當有份量，夠晒聚手。用真空管模式嘅話，人聲表現咧都幾通透，低頻嘅量感咧稍微有啲收斂，但係回彈咧速度都幾快，下潛力都幾深，整體可以營造出綿密鬆容嘅氣圍感。嗱，過到嚟 Audio Stage 展區咧一字排開，好闊落。展出嘅品牌超多，當中有我評測過嘅左公宇，現場咧仲擺咗粉色嘅環沙，幾靚仔。另外仲有 Rose Limit 同埋套圈2款工程機俾大家即場試聽。
嗱，隔離咧就有 Apical Audio 拉菲爾，吸引我影佢係佢外觀同埋配色幾特別，1000蚊左右，造型都幾超，唔知聲又係點啦，睇睇日後有冇機會同大家做評測啦。嗱，過到嚟 GD Audio 嘅展區，最搶貨梗係呢一位布列斯造型打扮嘅 Corsa 啦。你睇佢幾落力咁樣企喺度。嗱，堂座攤位就放咗重點玄武門2俾大家試聽，純銅嘅機身夠晒份量，1圈4鐵4靜電，自家木振膜動圈，簡單聽下個聲都幾吸引，聲音密度高，走紮實渾厚嘅風格。最正就係突晒出嚟嘅浮雕面板，真係霸氣到揼一聲啊！嗱，隔離張台咧就有 Hydus AP30 DAP， 外形咧勁似 Game Boy， 機身細細，極之輕巧，拎起上嚟嘅時候咧幾有 feel。聽講入邊仲放咗遊戲俾你玩，可以打機又可以聽歌，一機多用，真係夠晒盞鬼啊！嗱，仲出咗鬼咁多顏色添，梗有一款重力華師兄。展區前面少少仲 show 晒一系列 InTime 嘅耳機，側邊有會場首發嘅 HE 最新 DAC 解碼手指，成支就好似玉器咁樣紅卜卜，夠晒搶眼。嚟到 BQ EYZ， 中意用氣象做主題嘅佢哋嚟緊又有新機準備推出啦。呢隻叫霞嘅耳機，分別有桃紅色同埋藍色。咁而家咧影影個樣俾大家睇下先啦，之後咧再詳細做翻個評測。另外有隻300幾蚊嘅入門級耳機藝，價錢咧係非常之抵玩，想推朋友入坑嘅話，呢一隻咧就最啱噶啦。嗱，除咗耳機，佢哋仲有出小尾巴、DAC 之類，價錢咧都好親民嘅。想經濟又實惠去聽歌，不妨可以留意下呢個品牌多啲啦。好啦，去到 Linksmith， 古老闆都喺度噃。相信又玩開有線耳機，對古仔咧都唔會陌生噶啦。今次咧佢帶咗勁多線俾大家試啊！特別注目嘅咧就係呢一條導電碳纖維嘅黑煞紅鬼王，採用螺旋式環繞屏蔽層編織，紅黑色嘅配色真係幾好睇。耳機線主打低阻抗，現場有師兄試過，一換上去聲音即時響亮咗，同埋 powerful 咗。同場 Music Box 3款旗艦機咧都有展示喺度。嗱，呢款 S56 config 咧真係大癲，我又要去揾阿 Paul 傾下偈至得啦。去到 Aroma Audio 老友飛雲咧又有新搞作，咁大家聽下佢點講。繼續保持翻玩法，有得換 OM 喎。揭開佢啊喂！又可以換電。可以換 OM， 你保持翻個狀態，都係玩喎，個 combination 咁嘅。一貫你最中意嘅嘢，冇錯。你以前都係最中意呢啲嘢，一定有得玩嘅。保持翻咯。呢個係直頭係 work 嘅，但係個將來個色唔係咁嘅。唔係咁，梗係唔係。係咯，再優化。依家我純粹 CNC 撈出嚟，趕住個展會試聽啫。OK，好啊。去埋駱駝嘅展區。佢哋最近出咗隻全新嘅無線無損 DAC PAW S3， 輸出有成550 W， 真係幾大 power。可惜 size 咧一啲都唔算細，加埋手機嘅話啦，都幾累贅添㗎。咁不如玩翻金谷，應該咧會仲開心㗎。最後睇埋唱片區，超級多人，我就冇逐檔咧共入去睇。價錢係咪真係咁抵呢？不如留翻俾你哋分享一下啦。好啦，今年嘅 AV Show 咧又睇完啦，咁啊留咗啲彩蛋咧喺片尾嘅，咁記得睇埋節奏啊，拜拜。